你将把银佛补发给每一户众人的孩子。金玉卿，你愿意娶李冰为妻吗？我愿意。李冰，你愿意嫁与金玉卿吗？愿意。愿你们相亲相爱，到头到老。我有他来了没？我给你一切办法，保他就是情不动。我临走时，他交接我一份礼品，我也恭喜。李冰亲戚，是君。今日前的婚事，是我们从此断绝了母女关系。现在各州结婚，我已亲临中间一中，我拜从金刚中行业交接，方立好日为之。心
做的事了。你是什么？莫非你？不，你不要好心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你来坐下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你不是要找工作吗？大兴公司正在招考女店员，为了我，为了你，也为了我们这个小家庭，你去试试好吗？你这个消息是啦，我已经去过了。考去了吗？
是关着我可以去回去。你们都好吗？我们都好。我们都好，都好。有请快替爸爸倒茶呀！爸爸，你怎么不来恭喜？要让我们去接你呀？是啊。乡下的房子就是本鬼子烧光了。爸爸，没办法，跟那乡亲们逃难，来到了上海呀。我们为什么都是这么不明啊？啊，听不听啊？阿大，联络，听话，老铁，听的是两位。哎呦，听就听，总算找到你了。我晚点说啊。我是挺惊的，你这个人真不讲信用啊！我老实告诉你，这财路不过去的。我只欠不债了。什么时候欠不债？要是我不借给他钱，你们家里的吃用开销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？他们呀都有薪水呀。薪水，哎呦，薪水！啊，早就别公司已经提出来了。早就4年了。哎呀，我真不该来上海。如果你该不该来上海呀？新经济、新商品、新咱们关系，哎，想要拉长，别怪我们不客气啊！欠了你们多少？不多200块。200块，明明是50块，怎么变200块了？拉长，你们放隐私命，现在可以。怎么可不可？两将军人啊！啊，家具，我来这里呢。你们不知道，前316年是多么痛苦，你们我来拼扎，难道你们连点动心心都没有？我说什么？这干嘛？这干嘛？王先生，你们这样兄弟我做什么？难道要让我去教训他吗？不，兄弟这边手头他紧，没有欠多少200块。这点芝麻落点小数目，也是个大惊小怪。你们是怎么
他是中兴银行董事长的亲戚。好了，明天让我到我写字间来一趟。多谢王司。这我也是。啊，爸爸，这是有情的朋友，叫王姑儿。王先生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啊！有情，我没办法到里面去安顿一下先。王先生说吧。爸爸，最好。生意长流多，你来呀唱 ST， 内部到今能三步，二三单位青梅素帅的唱，贵重呀品是幸福，若只是人。